我是 Lisa， 欢迎来到 Lisa 的新单元俚语小教室。上次因为在听歌学台语系列里面那首《Lonely》啦，里面教了很多俚语而大受好评，很多人呢开始敲碗叫我继续教俚语，所以 Lisa 决定要开始来教大家一些台语的俚语、谚语跟俗语啦。那每一集呢，我都会选一句俚语、谚语或者是俗语来教大家。那今天我们要来学的呢是这句：甲好人行有步通机，甲歹人行有惊通死。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呢，要慎重慎选朋友。甲好人行呢就有步通机，意思呢就是说，如果你交了好的朋友的话呢，他可能可以帮助你，让你有步通机。有步通机呢就是有步可以缠，可以纺织。简单的来说呢，就是有事情可以做，有生意可以做啦。那如果是甲歹人行呢，就有惊通死。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交到坏的朋友的话呢，那他可能会害你，会引导你去做一些乱七八糟、不三不四的事情，一不小心呢，还可能会生出孩子来。所以就是甲歹人行有惊通死。有惊通死呢，意思就是说会未婚生子，在现代人来说呢，就是会生一个父不详的孩子啦。那这句话呢，一般都是用在劝人的状况上的。例如，你有朋友可能很荒唐啊，加入黑社会，或者是要揪你去参加一些什么老鼠会啊，或者是西附的海鲜教等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对他说这句：甲好人行有步通机，甲歹人行有惊通死。Lisa， 最近有一个光头，我就欣赏伊的，听讲伊要选总统啊，咱做伙去参加伊的活动好无？卖啦，你嘛较清楚。你无听人讲过，甲好人行有步通机，甲歹人行有惊通死呢？没错，这样大家学会了吗？知道怎么用了吗？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学的俚语、谚语或者是俗语的话呢，都欢迎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一一的来教大家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，还没订阅的朋友呢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